新疆魔都六合魂。金王子之我，名着万年金光王，特要大破李勇收治万恶罪者毕中弼，为后阮世子当着伊昆仑元人六合也跟随特要帮助了。金王子啊，阮着人甲阮某，你都毋通甲伤着了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嘿啦，我会甲你做信号啦，嘿，你也小看了，你甲伤着哦，我就恼死啦你咧。因大胆，都是帮助着伊敌派的人，你要甲留报道，做我的理。我是知影伊行为，但是我无甲伊表露，抓我的假报道，去互老和尚要来伤杀我，哼！好佳在我真面节啦，也若无心事参开在伊手头。喂，换贴的，你拍算怎样？兄弟啊，查某囡仔人袂晓想啦，总是嫁翁就想要为翁，也无考虑到讲这个后果怎样，总是万望看我的面子嘛。好，看你的面子用你的性命，但是恁爸仔囝必须做一个功德来补偿，也若无请我组织，一定甲你全灭啦。请我神君，你若讲到请我，实是我毛骨悚然啦。要如何来补偿？我甲你讲，现在大明朝的太子已经来到外县咯。恁爸囝一定要抓太子到紫阳城，将功补罪啦。是，我叫人探听看卖吼。毕老爷，毕老爷，哇！万年金光王啊，迄金王子已经出现咯，要来甲你相杀。果然如此，好。下定，渺渺大人，武林的死客，恁将人领做战队，收拾万年金光王，不得为命。好，遵命。我随背后干队。唔通开杀咯！我知啦，我知啦。你有一大计咯。这个时阵，毕东壁看情形无对，伊也多次摇摇。对，恁众人难对。让我温世主对来去就可以，请。是，毕中弼旋转而走，温世主甲伊对去咯。六合神师，你赶紧回转南城去提动大队，好大破紫阳城嘛。好，老前辈暂别，请了。徒弟啊，安那？奇怪，你支刀我都甲你换过，这支刀是安怎样？迄个魔中魔见着你一喊尔。然后去了破一个手煞要断，这支刀就未来啊！哈哈，师话有所不知，我伫天炎五缺内面练足济呢，我伫遐内面拢练功啦。食迄款的时阵猛龙神啦，食这个金光王吐出来物件，所以呢，我即摆身体甲应该无共呢。是啦，这刀就未来是怎样太人太累？煞唔知影讲这叫做钝刀西来手。这都是气魄甲精神的关系嘛，师傅啊，无知你是仙格。讲安尼嘛是有道理啦，总是无论如何你都要谦恭忍让，千万都唔当佮开杀。免啦，放心啦，放心啦。多谢哈。若无你到位哦，就废去啊。好佳哉哦，伫山骹了，若站去你山顶哦，阮牵手甲阮调人加减哦，拢总嘛会钓伤咧吼。我就要放老和尚吼，我就要放老和尚，请了。我贵诶，你干嘛杀一个太当故乡，讲我都报道害恁爸遐嘛都去红修你阿刘你真搞怪！你后摆看你教我，后摆我唔教。我之前老和尚好，你手头遐尼重，现在到我地方我拢会留迄个好流线。是安怎避中避菜无伫遮？讲起来都是金王子一功劳啦。
哦，原来如鸟，啥物如鸟？哇，原来如此，系啊。你话我讲咧，我即摆要搁倒转来阿摩寮遐，要当来享受。要若老干神甲儒教咧问你拢唔通讲咧，你咪即摆英术拢唔插啊？六合神书甲出头啊以上啊，唔免用到我要当来享受。好啊，你你们老少无？未啦未啦，拜拜拜拜。哦，现在老丈人，要如何修？免惊，爱保护东宫殿下，爱建功立业。好，进来啊！你希望内面这大小了如听清楚。从今日起，咱改邪归正，反对邪恶做事，爱保护大明朝的东宫殿下就是。遵命的。徒弟啊！老师有何指示？我咧想，这个万年金刚王唔通出来夸夸说，出来这惊动善良百姓，也唔拄巴肚若枵，会想着要食人啊，真晦气。果然如此。是，我想这个金刚王带当去天岩五缺，原来我关咧，因若紧急的代志，需要伊帮助才甲伊放出来，安尼比较妥当啊。老师言者有理。我一单事最担心，就是讲今日开杀。袂啦，我袂来啥开杀啦，除非拄着元首人，我才用这个钝刀犀利手，切互伊做两地。徒弟啊，敢袂使咧化仇为友，化艰苦为玉德。老师，你袂想讲，我的师弟5届的三分呢，甲我做伙几多年，叫这个妖刀分中文太死，难道你叫我莫报仇，敢有道理？这个我也无甲你勉强啦，总是你自己都要小心就对，你交代金刚王随我回山。金刚王啊，你甲阮师傅转去天岩五关哈。我即摆若无叫你出来，你唔通出来哦。爱乖乖哈，赶紧转去哦，转去。金王叔啊，我正有代志要来拜托你。是啥物代志啦？我做一件咧惊天动地的。啥物惊天动地？也得，迄阵你无开口你做强啊你咧，也伫咧山神庙遐，拄太子殿下伫遐困，伊要怎甲压转去男扮女装去卖500两银咧。你若知影是东宫殿下？我起初唔知啦，尾安尼叽叽咕咕咧去救着东宫太子迄个保家大将军马雄，讲起来才知，我怎走路了？我即摆尽量伫要做好看会当将功赎罪袂。你拄甲我同款，咱两个行同条线。是安那？我嘛唔知伊东宫殿下呢，我伫迄个黄沙宫甲偷摕一粒夜明宝珠呢。你也甲偷摕夜明宝珠啊？是啊，也毋过我伫迄青江堡救驾呢。迄天狗龙一家人我甲修理，算起来我有做，也毋过我嘛是有功呢。我即马我若有做，但是我的功劳就我来建立。对啦，我即马要对你来去了。你行到倒位，我就对到倒位。你部功夫足厉害，我加减学就对啦。真歹啦！袂啦，俗语伫咧讲客官边的猪母嘛会拍屁。安尼是啊。好，阿刘，行。好，行了。温世子，你苦甲对壁，难道你唔知影讲壁狗跳墙吗？壁中壁，我是善意，有几句话特别甲你商量。什么？过来！你过去行为既往不咎啦，因为壁雕当着你的师兄3人的惨亏，真是使天下一痛心。论你的做事定定踏踏，不过为师担心你来惨亏在群众之手下。六合，这个就是你的师弟。我一文传六图，你排做第5为六金。你的顶面还有一个六行，自10外岁就失踪了。但是可惜，大徒弟、二徒弟、三徒弟都死，现在只剩你含六合了。恁两人儿童手足，千万都唔通反面。你会知影，如果你若是真正伫要甲六合拼命呢，你的功夫恐惊唔是伊的对手。你这边在讲啥？我的功夫唔是伊的对手。笑话！我讲互你听，六合唔是干那拜我为师尔。我有一名道友海镜神师，甲广大金仙别旁
也是陆合的师傅。因为当初陆合拜我为师了后，我阁介绍因两人阁传授伊的功夫。陆合不但是伊的功夫会精纯，伊的做人有5种的美德。5种的美德是啊，陆合做人另有恭敬之行为，就是不受大众的欺负。陆合的做人有宽厚的行为，所以才受大众来爱护。陆合的做人有信实的行为，所以呢受大众的信任。陆合的做人呢有敏捷的行为，所以在创作事业都是有成功的希望。陆合做人有施恩惠于人啊，所以大众真欢喜，都想得要帮助伊成功。陆合连行5行于天下，为做仁人的君主。你得要杀死一个仁人的君主，一定会犯将。犯将者绝对无救药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即马是当作我你的徒弟，伫咧甲粉丝心。是啊，哼，笑话！代念你就是大雪国恩师，也若无我一口宝刀是无能用阮的，千万唔通搁再逼我来。过时。啊！这个人已经受苦海茫茫独破自在了。哇！迄边足老热的了，阿刘。啊啦，哇，遐咧做戏了，阿要咧做戏？要无那遐济人搭戏棚搭遐尼悬。唔是啦，迄人咧徛擂台了。哈，徛擂台哦。啊，徛擂台啦。安尼咱来去拍擂。卖啦卖啦，咱即马针对就是遮歹人啊，啊，也莫管因事啦。无啦，迄擂台毋知生啥款，来个看卖咧啦，吼、以物会友嘛。哦，以物会友啊。对。好，来看一看便知道。擂台骹使的英雄九九好吉，大家拢听互伊清清楚楚。老身毋是别人叫做丘处吼，啊，阮小姐呢，伫这个所在徛擂台，目的就是要招一个理想的翁婿吼。啊，恁若有功夫呢，则上擂台，甲阮小姐比试，若会当赢阮小姐人才出众的话，互阮老冤位做竞赛。啊，若人才生做较歹淡薄啊，互阮会甲你赏金啦吼。啊，都有功夫才能起来了。啊，若无功夫啊，毋通起来遮倒大树闹开。要不要？啊，我要给你查无？哦，你遐济岁啊，想要娶某？哦，我给他查无。你的功夫极较慢。你是还5年，查一个某你袂歹啊？我给。哎呦，侥幸哦！站头路碰死，甲我大细机啊！啊，7孔哦，安尼了了就是孔啊！啊，7月半人嘛，叫伊拜高档。你卡呗卡呗，啊！你咧外水好遐面对讲水，下袂做三回，上面成后放回。站头，你要创啥？我要甲恁小姐比试出来去甲拍倒，我故意啊！哎呦，小姐，这个互我就好。干比爱注意啦，迄个人嫌歹，毋多你若拍水吼，我若嫁就真凄惨。嘿，我稳赢的，嘿，毋是我咧操蛋。若我拳头练了真好，裤头还佫较好。老家婆啊！啊，你若输我，小姐敢真正要嫁我？嘿喏，小姐你甲答应无要紧。是啦，君主风度。好，拍输了老家婆毋是麻烦。来个，好，要。唔正经，闹鬼步前天。啊，你讲卖，你就多，哎呀，顶有较抓啊！哎，你有快哦？有啊，我有快乐着。我起来，我起来。唔系啦，这啥物擂台你敢知影？这什么擂台？啊，这就是叫做招呼擂台呢。迄人个查某囡仔吼，大汉也得要招翁，啊，用这比试的方式。啊，咱今年才几岁？我今年13呢。啊，13都还袂使娶某咧咧。免啦，会用你啦。卖啦。你唔通看囡仔就袂生囝呢？啊！我起来，害羞。哎呦，小君子。安娜，你咧老家婆啊，我无爱哦。叫恁小姐来甲我比试。哈，
叫阮小姐甲你比试哦。对啊，哎呦，侥幸，鼓嘴鼓嘴，小姐，怎样？一个小君子吼，那讲要起来甲你比试了。哦，要甲我比试，当然我嘛是爱领教啊。啊，毋过安尼，毋多你若是拍输伊呢，拍输伊嘛是爱甲伊定亲啊。侥幸哦。啊，才10几岁啊，尔了。哪有法度？啊，咱已经对大众宣布，故事也拢打出去啊，哪有办法？安尼吼，是啦，是讲吼，大概未输才对啦。是你闪开。好，小君子高姓尊名金王子。金王子，嘿，啊你啥物大名？我就是叫做白莲花。吼，你叫做白莲花，真水真水。来，领教领教。好，小君子拜后，领教拜后。真好耍，真好耍。趣味趣味。小君子注意哦，我绝招都要去啊！这部泰山压顶。多谢莲花。哎呦，牛得钱莫要收对对。哎呦，干比啊！我用迄部倒一莲花安尼甲拍去，也因咧转落坐吼，人坐落去，两只脚全咧跳起来，迄部做倒一莲花。侥幸哦，对对，所以抽到奶锁。哎，我家在轻轻啊尔啦。哎呦，小君子啊，你的功夫哦胜过阮小姐了。阮小姐用迄泰山压顶甲你拍落去，你啊加摆马哈，两只脚全跳起来，做倒一莲花，安尼对对抽着阮小姐的奶锁。我是小小咧甲伊警戒尔，迄若大个踢着吼，这个刑部破去，人就死啊咧。啊，阮师傅定交代，讲袂使咧拍死人咧。啊，我是小可互伊惊一个尔，轻轻啊啦。晓咯。安尼我你讲吼，等你拍赢，就爱等下阮兜，吼，阮这白家宝，阮冤贵啊，特别甲你讲话。嘿啊，拍赢敢毋是爱互小姐做翁？是啦。啊，你今年几岁13岁。啊，13岁，敢会使娶某？会咯。哦，会哦。嘿，会使娶某，会使结婚。好啦，啊，等下见阮冤贵，吼，阮冤贵自然就会释法。好啊，行。好，对遮来了。家有千金万顷田，三株花屋两相连啊。我下西路面不得，日照东窗不清眠。老汉别文斌，但我女儿上雷，未知如何啊？好等佳音来咯。来哟。冤贵啊，代志拢好势啊，是安怎好势？爹亲话在擂台上吼，去互一个小君子拍到听说。哦，15岁囡仔看是免啦。是啦，爹亲，你向大众宣布，无论是啥人，功夫若赢我，是毋是将我这个亲事得要续托？也毋过囡仔咧。好啦，啊叫出来，我来甲伊商量一下。哎呦，小姑爷，慢车咧，叫小君子图，小君子啊，请入来。来啊！嘿，来啊。小君子请坐。多谢。高姓尊名，先记好次。我就是叫做金王子。金王子。嘿，我号做铁娃娃，我这个名吼，就是阮师傅家号的。我较早号做1块的。吼，较早做1块的。嘿，一元大师，迄是佛教的时阵，我即马道教，即马儒教，三教，拢总是阮先生。好啦，莫讲遐多。我是讲我的查某囝，互你拍倒，算起来你的胜利，我500两的白银来赏赐你。也你等候大汉才来结婚，你想安怎？白银，乌白来，君主风度呢？这本你若拍输我，一定恁查某囝就爱嫁我做太太啊！安尼是，晓啦，老冤贵啊，我不时间啊，大丈夫的气概啊。好啦，安尼算起来就是我的现世。也毋对叫一个，要叫啥？叫岳父啊。豆腐。甲豆干的豆腐，岳父啦。证明就是岳父。就是我的现世。就是岳父。现世，安尼好，莲花啊。怎样？相请一个。证明就是相公吼。我毋是姓公呢。
我做金王子呢，毋是姓江呢。毋是啦，人是讲叫你上工相公啦。哎，我要叫伊啥？啊，你就叫伊娘囝娘子。杨仔囝。靠腰啊，什么娘仔囝？娘子啊，娘囝啦。哦，娘子相公，娘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对个小夫妻看起来都真趣味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啊，等暗咯吼，准备晚餐，也大家来共享一下，哈哈，多谢老亲家，互你请歹势歹势。家己个人来讲什么歹势呢？金毛叔啊，你伫咧拍擂台中间哦，擂台骹敢若亲像一寡歹人哦，伫甲咧注目呢。拍擂台了后佫伫甲咱对等到厝后。我知啦，阿柳。安那？我拍擂台的目的哦，就是要引这歹人、这冤仇人注目，要引伊入坑呢。好安尼啊？对啊。嘿，你头脑煞袂歹。阿柳，我甲你讲啦，安尼。对，我你讲吼，安尼。对，布阵仪台。好。夜定渺渺多人，天高龙变色狐狸喷火龙，魔小顶当着云中云，这般水尾多人，准备暗器来暗杀金王子。这水尾多人一步一步踏入着死亡的边缘咯。六合神师率领着南城正义之军，特别攻破赤魔神军的本部紫阳城。大军浩浩荡荡，已经到了目标了。看我传心灯！哈哈，蓝蓝闪闪！哈哈，你甲我照相！哈哈，当下定武干，你开始！回来！啊！雷尾大拍了，雷尾大！